萧师兄向来沉稳持重，怎么突然间发这么大的火？他对魔教深恶痛绝，应该对长生堂也心存戒心吧？你相信玉阳子说的话吗？他应该确实没有拿到天书，但是他肯定相信天书应该就在这儿，不然他也不会在这待10年。可是玉阳子又不是傻子，我们这么进来，怎么可能瞒得住他呢？一定要加强警戒，防止那帮正道中人前来偷袭。你的功夫这么厉害了，小意思。圣使，圣使，有人前来偷袭。郑小白，你住手！对不起啊，碧瑶。小白，我们走。又是你们俩坏事，给我拿下！笨蛋，劫持人质会不会？你别过来啊！走。这点心放多久啦？这也太难吃了，我不吃这个，你给我做吃的去。你吃不吃？当人质还这么多要求。再说了，我也不会做饭。你不会做饭？当然不会。君子远庖厨，这个很奇怪吗？哎，包子来了。哎，我亲手做的包子。哎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我让你们把我当人质，出了树林就好了，怎么把我绑到城里来了？因为啊，你们是魔教，我们是正派，大家是敌人。哦，原来你们名门正派，西英不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全靠魔教妖女来救命的吗？随便你说什么。小白，啊，千万不要让萧师兄给知道了。哦。你怎么不把我拉到青云去，也好立个手功呀？少狡辩！要不是因为你抢了别人的东西，咱们能打起来吗？说的好像你们不是为了天书而来似的。哦，你们抢就不是抢，我们抢就不行了？
行了，你们俩别吵了。静宇，哎，快吃个包子。我不饿。小凡，等会儿吃完了来找我一下。哦。金宇他最近脾气不太好，你别生气啊，他没什么恶意的。小凡，你的病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我没事了。你是因为这个才来的？我是来吃包子的。你喜欢吃包子啊？嗯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做的包子可好吃了，在大厨风的时候啊。师傅、师娘、师兄，还有师姐，他们每天都得吃我做的包子。我每天怎么蒸这个包子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得先买菜，把菜剁好。师兄，靖宇，找了半天没找到你们，原来你们在这儿。我有些累了，就先回来休息了。没受伤吧？没有。我去看看他。师兄，小凡他已经睡着了。靖宇，有些话不是不让你说，什么时候说，该怎么说，你要掌握好分寸。师兄教训的是，靖宇一定小心。行，早点休息吧。等明天起来之后，让小凡找我一趟。好。啊，靖宇，那怎么办？待会儿送走吗？刚才我出去打听过了，外面宵禁了，玉阳子和萧师兄联手，已经增强了守护符文的力量。夜里无论是什么人，都不能在城中御剑飞行。走城门呢？梦记守着呢，除非有玉阳子的手令，否则什么人也出不去。不能再拖了，只能等到明天白天混出去。我不想再和鬼王宗有什么牵扯。哼，你笑什么呀？你不也没有办法对碧瑶动手吗？对了，今天晚上怎么办？他住哪儿？当然去你房里睡喽。啊？哎，不是，别呀！哎，你。张小凡，喂，傻小子，怎么了？又饿了？没有。我问你，在地穴洞里，你恨我吗？恨你干什么？害你被天书侵体啊！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生病。喂，你明天跟我回胡岐山吧，让我爹把你身体里的天书给取出来，不然总是提心吊胆的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已经答应金宇了，他会帮我想办法，而且这件事情完了以后，我们就要回青云门了。
你可以带他一起去啊。怕什么？我爹又不会吃了你们俩。好吧，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名门正派，不会和我这个妖女做朋友的。